成功拍檔猛咁搶啊，然後就係有中檔嘅着先咧，首先打咗出嚟先啦，梗係跟住眼鏡特色都唔慢，然後威華都跟咗喺前面嗰碟嘅，最後少少咧見到幾匹馬啦，好運拍檔啦，今次都搶唔到出嚟喎，然後就係名姑良區啦，夾住咧仲有呢個係。跟住啊，小子威威啊，然後見到天鵝龍運區啊，進達咧留喺尾4，包尾幾匹馬啦，分別就係本能啦，然後同興旺啊、勇往直前咁樣跑咗大約咧成500米嘅路程啦，着先係咁樣吊住韁繩咧，放下，只要有大半個馬位，成功拍檔啦，衝上嚟咧黐住佢噶啦，跟住咧就有眼鏡特色威華，然後就係好運拍檔，最後啲先名姑良區、小子威威、進達，跟住先至鴻運區啊，最後啲先有呢個天岸啊、同興旺啊、本能同埋勇往直前仍然喺個尾度嘅，而家啦跑完對面直路啦，開始轉彎啦，而家成功拍檔喺外檔已經係過咗隻着先咯喎，跟住咧就係有呢個威華，然後咧就係中檔仲有隻眼鏡特色啊，守住3、4位，最後多少就好運拍檔猛咁推啦，然後小子威威亦都拉開外檔，跟住先名姑良區啊，然後進達喺馬群當中，最後啲嘅馬先有天岸啦、鴻運區啊，然後就係同興旺、本能包尾係勇往直前嘅，一注入直路嘅時候成功拍檔啦，已經係帶咗出嚟，佔咗成個幾馬位，着先仲喺第2位嘅，而家見到小子威威同埋威華呢個眼鏡特色啊，好運拍檔成紮馬中間上嚟嘅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啊，成功拍檔啊，斜咗出去外檔啊，埋嚟有呢個着先打出嚟先啦，跟住咧就係有呢個小子威威啊，然後就係有好運拍檔天外啲攬亦都再緊嚟㗎啦，個終點啊呢個小子威威啦，睇嚟有機會贏啊！第1名小子威威，第2名嘅好運拍檔，第3名嘅着先同埋天外呢個影相啊！哇！呢隻小子威威真係犀利喎，138磅都贏，114分又贏，全身濕晒都贏啊！會超過120分㗎喎，睇嚟加到。咁啊，着先呢就多得嘅成功拍檔唔少啦，中段咧只嚟燒佢，翻到嚟啊冇乜滯。好運拍檔咧，今次咧又可以追翻上嚟喎嚇。咁啊，其實呢隻馬咧多數係帶頭好㗎，帶唔到頭都追到。嗰隻鴻運區先犀利啊！而家第5個終點嗰隻走勢得幾好啊！嗱，而家嗱喺鏡頭咧，大概係尾3、4啦，黑帽咧喺進達隔離，黑綠間條衫嗰隻一路追緊上嚟。呢個咧鍾麗芳可能揈咗出去嗰隻就係成功拍檔㗎啦，越跑越斜。仲打邊？係啦，掹嗰條邊都冇用啦。嗱，睇鴻運區喺裏邊咧捐上嚟，咁其實有隻名姑良區走勢都幾好，而家過咗隻威華追上嚟。隻天岸就估都估唔到跑到第3嘅。反而一大熱門呢隻嘅進達咧，就今場好令人失望啦。